耶和华啊，求你互我判断，因为我有照我的顺传来行。我靠耶和华无摇错。耶和华啊，求你监察我，试验我，锻炼我的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目睭前，我也有照你的真理行。三甲来因诗学罗上帝，信诗第18首。我心学罗上帝，信诗第18首。我心学罗上帝，我心学罗上帝，自然应我的爸，天地万物三角应声，学罗伊大尊名，树木田园水泉，穹苍大海悬山，显明伊大权能荣光，仁爱公义昭彰。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哩，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三甲来交托启文，启文第62篇，伫信息后壁面第1113面，启文第62篇，也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请咱大家同心来起。既然你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你甲信心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
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然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骹头夫拢会跪拜，一声一切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拜上帝。上，请咱大家三甲额头来祈祷。主要听到的天父上帝，你的正经年欢欢喜喜自集伫你的宝座前来调见你的面，敬拜阿罗你。你是天地主宰，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愿上赞、尊贵、荣耀、权柄拢归伫你。主上帝，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阮要恳求主，你使阮灵敏伫即个新冠肺炎的疫情顶面，恳求主，你赏赐智慧能力，互每一个执政者，互伊会当有正确有效的作为来应对即个疫情。也求主，你赐福伫即个疫苗的开发、生产、配送甲注射顶面，互一切过程拢会当顺利来执行。互台湾甲全世界的疫情拢会当赶紧得到控制，互阮无搁再受到病毒的困迫，除去阮心中所有的惊吓甲不安。亲爱的天父上帝，虽然阮毋知影未来会安怎，但阮坚信一切拢伫上帝你的掌权之下。当你甲阮同在时，每一天拢是平安的。求主，你来赏赐，互阮有敬虔谦卑的心。拢会当了解家己的软弱，愿意全心全意来倚靠上帝，来得到心内真正的平安。主啊，阮也要来为着阮所疼、所关心的人，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祝福佮代祷。特别为着久久无来教会，也是也毋捌认捌主福音的亲人甲朋友来代祷。求主你来引带因，互因有一日会当甲阮三甲来亲近你。敬拜你，也恳求你怜悯辛苦白疼、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你施展你的大能，互因的白疼会当得到医治，也互因的心灵会当得到安慰，充满平安甲喜乐。最后，我们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这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有去传阮离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享受上帝的话，今日圣歌队所要学录赞美的诗歌是耶稣至高天顶的喜乐。
即时三甲来看圣经上帝话，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诗篇第126篇，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锡安，迄时咱亲像面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耶和华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阁流，流目屎也精致的，要出欢喜的声收割。迄个流目屎带精致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流白欢欢喜喜倒来上。我正要请教牧师来为咱进度。今日教牧师要为咱进度的题目是“上帝开了一扇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教会的牧师甲长进会当开放，民主教会会当来教会来募款。牧师相信借着这个机会，会当透过民主教会的故事，会当来互咱来互相鼓励，互咱会当伫咱所徛起的这个所在来为主做见证。咱首先看到圣经的第一节，就是咱今日所看的经文的第一节。第一节安尼讲，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锡安，迄时亲像面梦。这篇的诗篇在讲的是。当以色列人去掠去做奴隶的时阵，当因过了真长的一段的时间来转去故乡来重新开始的时，因感觉因家己是亲像面梦。但是伫圣经的迄个时代，以色列人并无想到有一天因会去掠去来做奴隶，所以对因来讲吼，当因掠去做奴隶的时阵，因较发觉到，因无法度来会当来转去因家己的故乡。伫圣经内底，但以理书内底的第9章第2节，有记载，以色列人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70年的时间。所以咱会当想，一个人有偌济70年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长。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因去掠去做奴隶的时间内底，70年。听候一直等，等到因感觉吼，因是无可能会当有一天会当转去故乡。当因安尼开始想的时阵，有一天因发觉到因会当转去啊。所以经文讲吼，因亲像敢若做面梦的人。当因感觉无可能的时阵，上帝做了有即个无可能的代志，甚至伫圣经内底。伫以斯拉记第1章的第1节甲第4节，安尼内底讲吼，迄当时的王吼，互因会当转去耶路撒冷，甚至搁写诏书，甲全国的人讲吼，大家拢爱帮助以色列人来重新建立因的故乡，甲因的圣殿啊。咱会当想一项代志，一个做奴隶的以色列人族群，哪有法度有即种能力？这当然是上帝的做代志，所以对伫以色列来讲吼，因就像这段经文所写的，迄时亲像面梦，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对伫民主教会来讲，阮会买到即间教会的新买即间教会的是，阮教会的兄弟姊妹嘛是安尼感觉，阮亲像面梦共款，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是这张相片，大家看会到的，这是黑白照片啊。这大概是真久以前，民主教会拄开始的迄个所在，伊是伫巷仔内底啊。所以迄阵有一个纪念加入长老会的时阵，有翕一张相片，伫1974年的时，迄阵的民主教会毋是民主教会，伊的前身啊是明治神的教会啊。就是伫外教派，后来伫1974年加入伫长老会，过一年聘周英义牧师，成做民主教会第1任的牧师。
然后伫1981年的时阵搬到阮现在的所在，就伫民治路面顶。啊，这是伫1981年迄阵搬过去无偌久所翕的相片。迄阵教会要伫3楼，大家拢真欢喜。但是因为教会的发展人数愈来愈侪，所以无够用，所以阮就甲3楼的另外一边，甲5楼、6楼拢买落来。啊，其实买5楼啦，啊6楼是顶楼加盖安尼。所以你会当看到即张相片甲顶一张相片，迄礼拜堂厅就较无共款，较宽安尼。啊，你看另外一边有小朋友，迄个是伫6楼顶楼加盖的迄个所在。啊，你若看会到迄看起来因为拢是公寓，所以看起来会较会。啊，伫1981年到现在有40栋的是，所以间厝嘛真旧啊。当时代我嘛想，迄阵教会嘛想要有电梯的公寓啊，但是有困难，大部分大概拢是无电梯。所以伫迄当时40年前是还好，但是40年了后的时阵教会渐渐有较年长的长辈等嘛发现真侪的问题，因为厝嘛真旧啊，安尼。所以阮第一个问题就是拄着是教会的空间无够野用啊。就是阮虽望分2场的礼拜，但是有一个真大的困扰，就是阮若要联合礼拜，阮的位就一定无够济，所以就会客来客去。啊，若是圣诞节活动联合礼拜的时阵人数其实会变少啦。啊，为虾米会变少？因为教会的兄弟姊妹拢真大心啊，想讲新来的朋友会当伫内底坐啦。啊，所以有诶无带新朋友来，因就先伫厝内底休困一礼拜。所以有当时阮教会若办活动可能比平常时的礼拜人数搁较低啊，这真特别。啊，大家拢是做有听信的。啊，但是因为嘛是安尼阮虽望甲大家拢叫来，但是迄个礼拜堂听啊，就坐袂落。啊，分2场嘛足奇怪。所以阮就想讲阮一定爱想办法来解决即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长辈的问题啊。就是你若要来民治教会的时阵你一定爱爬楼梯。啊，有当时讲来民治教会会当运动啊，爬楼梯会当运动。你若要来做礼拜，爱先爬到3楼。啊，做礼拜爬到3楼小可忝，伫遐休困一下那礼拜煞要聚会食晚餐，搁爬去5楼安尼，啊，就搁爬起哩。啊，较辛苦的是，当你聚会完，也是食晚餐完的时阵，你就爱阮5楼安尼一直爬落来。啊，是阮面顶爬还好，但是要落楼梯的时阵会较危险。若行动较无方便的长辈伊爬楼梯有当时拢爱侧着，啊，阮就是要有人帮助他，因为较危险。啊，大家知影，阮教会的主日学伫6楼，所以你若要来参加主日学的小朋友伊就阮1楼开始爬，一直爬。啊，有诶当时迄若小朋友若较细汉，到2、3岁的时阵迄伊拢会做烦的，伊就爱妈妈安怎来抱。啊，所以有诶家长伊逐礼拜若要来参加主日学，伊就爱抱伊诶小朋友。迄当阵我想讲佫还好，咱有一工要做礼拜，啊，我就伫1楼看到一个差不多2岁的小朋友，2、3岁啦。啊，伊就甲妈妈咧讨论叫伊妈妈爱抱因，啊，伊就讲一个袂，一个袂。啊，迄阵看着我来讲袂要紧啊，无事。抱你好无？啊，伊就好，安尼，啊，我就正手一个，啊，倒手我靠抱阮家己的囝安尼，啊，我就安尼爬起哩，啊，2个人加起来差不多30公斤安尼，啊，我搁穿西装，我爬到6楼的时阵我都感觉想要穿甲不行啊，啊，搁流汗，啊，都甲迄外套西装外套脱落来。但是这爬的过程我就想到一项代志，流汗是还好，你抱2个囡仔。啊，若行路无说伊跋倒要安怎？甲囡仔弹出去嘛？无可能，你可能就会跪落安尼等。我想讲伫来教会遮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嘛做危险的，嘛真辛苦啦。所以种有的问题嘛做伙来讨论。佫有一个真大问题，阮教会若要做老大人的事工第一个挑战就是爱爬楼梯。啊，甚至若搁要食饭，就爱去到5楼即个所在，所以阮就开始讨论教会一定
爱找一个所在，会当来有好的发展啊。所以，阮就大概伫5、6日前就开始咧讨论遮个问题，将遮个问题吼拢整理起来，教会后盖要安怎发展，社区要安怎发展啊。所以恁会当看会到面顶吼，遮有真侪点，啊，其实足侪我是甲一部分提出来，安尼，就是主要是教会空间吼爱有够野。第二个就是爱提，就是遮有够野的空间，较有度提升教会聚会的品质，咱较有度来做社区的事工。阮目前是有做儿童的课辅班啦，无数嘛有伫课辅班咧教，但是阮就是伫学校内底。因为社区的老人事工，阮是无法度做啊，因为要来阮教会吼，拢爱身躯爱作用的，无你要安尼白，要逐工安尼来白，是会当做运动啊，但是有危险啊。所以阮就一直讨论，但是吼，遮的条件足侪，但是阮感觉吼，这有困难，所以阮就搁讨论，是毋是会当互会友甲同工吼，拢记会牢，阮要找的所在是啥物？所以阮搁讨论剩3点，即3点，第一点就是室内实际的病数有150病啦，上少啦，起跳就爱150啦，无150病阮就无要买。第二个一定爱伫民治路面顶，因为迄阵就咧讨论吼，教会若无伫民治路教会，安尼要叫民治教会嘛？就像干道教会，你若搬去德位、顶若主位的时阵，讲要换名安尼，所以阮就讲嘛是爱伫民治路面顶。所以吼，阮就第3项就是爱有电梯啦，因为惊吼，你若无小心买较悬的厝吼。8楼7楼，你就一定爱有电梯，所以阮就开始即3点吼，开始去找甲中介甲会友吼，讲吼，你只要记即3点吼，看到的厝，拢会当吼，甲牧师讲，也是甲阮的建堂小组等等，反正吼，你甲同工讲，同工一定有法度，互阮知影，阮一定看厝。所以吼，阮伫即几年吼，看真侪厝，因为有会友介绍，嘛有房仲互阮去看。阮看足侪厝诶，阮嘛去看法拍屋，法拍屋真正足俗诶，伊是店面搁地下室安尼，有差不多150平以上，差不多180平安尼，2000万要买无？有店面哦，搁地下室，哇！迄阵我看着足欢喜诶，我搁无小心吼，迄个店面搁门拍开，我想讲无人，我搁秘密甲翕相翕倒来互大家看，讲这内底生安尼啊。大家看嘛真意外，但是总是法拍屋吼。当阮过去了解间厝的时阵，发现有真侪的问题，甲足麻烦的，所以教会就放弃啊，就无法度，因为迄可能毋是头前，毋是你有2000万就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安尼。我嘛有找着预售屋，即摆已经起好啊。迄阵吼讲甲吼人已经要签约啊，但是就是伫会议中吼无法度来顺利来进行啊。所以每一届吼。我们看到厝吼，拢差一丝丝啊，安尼，阮就有法度来签约。一直到去年，有一工中介就敲电话互我讲吼，牧师，我甲你讲，拄啊好，我有一间厝，伊讲吼，伊拄啊好有一间厝，手头有一间厝要卖。伊讲吼，室内150平啊。我讲哪会拄啊好？伊讲毋是150啦，是149.8左右啦，就差不多150，迄无差甲0点几安尼。伊讲吼，搁伫恁教会对面啦，就是阮即摆现在旧教会对面，搁有电梯。我想讲，阮教会对面搁有电梯，迄栋大楼内底敢有？我想讲吼，安尼嘛伤拄好啊。头前我有讲吼，阮的目标是室内多少？150嘛。有在什么伫民治路上面还有什么电梯？所以阮找着即间刚好150，在民治路上面又有电梯。迄阵我内心就咧想讲吼，早就知影几多200平啊，上帝就互我200平安尼，心里咧贪心，你知影？但是我嘛足欢喜的，但是佫惊吼，阮过去失败的经验吼，看足欢喜，但是安怎买袂着，无人要出这介绍互你啊。这就是阮现在心肠的所在，但是还袂好势。伫民治路面顶，伊地下室1楼是蜗菌啊，就是健身房。伊1楼商场吼有牙医啊、全联啊、邮局啊，搁那个摩斯汉堡。所以阮讲吼，来教会吼会当
来教会先心灵满足完，下地下室肉体满足，啊，拢都满足完吼，肚子会饿吼，会当去摩斯汉堡，还是去全联吼买物件。啊，后盖你若看牙医心里不平安，请上2楼，我帮你祷告安尼，偌好咧安尼，迄个所在，阮感觉迄足水。啊，伊迄电梯吼，你看这是一个大楼，但是伊的商业大，因为伊是住商混合，但是伊的迄个出入口吼，干若教会，就是干若迄个出入口吼，干若这个电梯是单独的，无甲住户混在一起，所以伫疫情中吼，这足重要的，因为有的教会因为伫大楼内底。大陆就甲因抗议啊，讲吼，恁教会出的人吼，较济吼，阮惊吼，啊，咱难以怎么办呢？啊，所以有诶伫大陆教会就暂停。啊，这电梯吼，你后盖去教会，你就袂迷路，你嘛袂试用着，因为甲地下1楼甲2楼会当试尔，吼。啊，面顶吼十几楼你拢无法度试，所以你敢当试2楼。啊，2楼起哩吼，共有2间，另外1间吼是关的要卖人安尼，啊，另外1间就民主教会，啊，所以你永远就袂安怎行毋对路啦。啊，所以这对阮来讲，看到迄阵看到是感觉这是真特别，上帝所备办的，真诶是拄啊好，阮会当来真好来使用。啊，所以伫这是内底诶空间，啊，伊诶采光嘛真好啊。就是有日照也有夕照，反正太阳都一定照得到啊。前后有通风，啊，教会就会比较空气流通。啊，伊个是正正方方真细正的一个空间，啊，是刚构的建筑物，所以伊的条啊无真济，伊的条啊甲中迄3间尔，啊，拄好一边拄好甲教会分2大区啊，安尼，啊，所以是一个真好的空间，啊，伊是挑高的较悬。啊，无咱拢知影吼，公寓的厝吼，拢基本上较矮。啊，若佫有做钢台吼，迄个天花板就较矮。啊，伊无需因为钢台吼，伊除了有较悬，啊，伊钢台有诶教会拢会佫贴者，因为有诶当讲吼，因为新冠的问题，所以有当时啊吼，迄个真矮诶所在吼，阮看到这吼，这才有4米外诶悬度，啊，伊是挑高的，所以阮去看诶时阵，看到吼，阮足欢喜诶。啊，看完时阵，我就甲阮的建筑小组吼，遮成员讲吼，我看到即间袂歹，恁要去看无？啊，我甲因讲吼，因讲吼，伫倒？我讲吼，对面尔用行就到啊，3分钟就到啊，用走的就1分钟就到啊。安尼过一个马路就到啊。等我去看的看完真欢喜，然后阮就想讲吼，啊无叫中志吼，嘛搁去看，啊中志嘛去看，看完大家嘛足欢喜。后来吼，佫叫会友吼，恁要过来看者，要确定者，大家是毋是感觉这会使，阮大家拼看卖看拼有无安尼。啊，所以阮教会哦，全部的人拢去看过啊。啊，大家看会到即张相片是去年阮所伫遐做一场礼拜，安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知影干头教会嘛是今年的亚活礼拜嘛安怎暂停嘛。阮教会嘛是去年我嘛是暂停。啊，有一工开会就讲吼，无咱来亚活礼拜好啊。啊，大家讲啊，要去倒亚活礼拜，即摆就无法度。我讲无啦，咱去新会堂来亚活礼拜，因为迄是空壳厝，啥物拢无啊。你看迄相片，迄天棚是有迄乌乌，迄是无，迄是天棚落落来，所以乌乌，所以啥物拢无。所以阮就想去遐来亚活礼拜安尼，啊，就阮教会行去对面安尼。啊，甲医疗啊、电风啥拢搬过，因为遐啥物拢无啊，逐工有电火尔。啊，甚至阮搁前一工吼，阮去遐来摒扫。啊，阮第一届伫遐做礼拜是圣诞节的第1个礼拜，就是伫遐来点灯第1支的蜡烛。咱拢知影点到第1个蜡烛是愿望甲期待。阮愿望吼，阮会当伫遐重新来建立教会的时阵，会当继续来为着泰山迄个地区来为主发光啊。我嘛期待阮伫建筑、伫要装潢的过程，伫这个过程的中吼，会当上帝稳定的带领，会当互阮来顺利来进行啦。所以当阮迄工吼，伫遐做完亚活礼拜的时阵，大家拢足欢喜的，这个空间真诶真好，真好用。虽然吼无冷气哦，嘛无电风啊，但是大家吼。伫遐真热嘛是真欢喜，因为即个所在互阮看到教会未来会当有更较好诶发展，
所以当阮伫遐做完礼拜的时阵，大家拢讲吼，拢亲像迷茫。阮拢无想到教会对面竟然有安尼真适合的空间，以前拢毋知影，一直到现在嘛知影。但是大家知影一项代志，当上帝为着咱开一扇门的时阵，咱嘛要有勇气来向前行。上帝互咱有恩典，即个恩典嘛是一种的挑战。以色列人知影吼，因爱回去伫故乡重新开始建立的时阵，虽望因的内心一定想讲，阮咧做迷茫吗？这哪有可能发生？但是上帝互伊发生啊！但是当因开始愿意回去因故乡的时阵，这一路上都一定有挑战。甚至当伊甲因的耶路撒冷的故乡来重建的时阵，嘛是安怎一种真大的挑战。所以因爱做的一项代志，就是相信上帝有勇气来向前行。当因向前行的时阵，因就看到上帝的带领甲恩典。所以当阮看到，阮足欢喜的，但是阮就也是开会，就想讲吼。爱共开价嘛，迄阵阮就开始讨论，房总就甲阮讲吼，阮要买前一年啊，伊讲吼，一楼楼下有一个电动摩托车，就是GoGo咯，因旧年尾吼伫遐开店，因买楼骹吼一平是66万呐，安尼，泰山遐的房价大概是安尼，一平是66万，啊伊讲吼，二楼给你打对折也要33万啊！我想讲吼，33万啊，公社搁车位买起来吼，安尼话，听我迄数字，阮会计算出来的时阵，我骹拢软一半啊，你知影无？我想讲啊，这敢会贵？后来阮就搁看，就是搁讨论，我就想讲吼，我们从比较低的价钱更加喊啊，慢慢，因为咱拢知影。开价一摆，啊，人会搁你添淡薄啊，啊，你搁添一丝啊，啊，伊若无以后搁叫你添安尼，大概是安尼，吼，我就开价讲吼，无25万好啊，安尼，因为25万啊，算的差不多，阮应该是真勉强有法度安尼，真勉强安尼，我就甲房总讲吼，阮已经要来开价啦，啊，我甲伊讲吼，我要开25万啦，安尼。啊，伊听着就想讲吼，恁这教会拢足奇怪，开做啥物介绍安尼？啊，伊是无讲啊，但是我看伊的表情就大概知影，啊，我就无法度啊，就开看卖啊，安尼。啊，伊就讲吼，伊已经甲卖家约好啊，啊，要去拿口来见面吼，伊要确定吼，阮是教会啦。因为伊的查某囝是基督徒，但是是外教派。啊，伊迄个卖家吼，伊以前读过基督教的幼稚啊，就是网界迄个幼稚园安尼，啊嘛算半个基督徒。啊，伊想吼要来确定，啊，甲阮讲一个介绍。啊，迄阵我就讲吼，好啊，安尼约一个时间去你甲因见面。啊，阮甲伊讲吼，阮即马开25万啊，啊你看你安怎安尼？啊，我就迄天我就甲规个同工约好啊，啊就。有2个同工吼，因的是住南口，因就先过去。啊，我就甲一个长老吼开车要去哩。啊，当我开车的时阵，我去找阮长老的时阵，阮长老讲无错。啊，若人要卖完要安怎？我讲卖啦，过去的经验，哪有人开25万，啊，马上就卖完，哪有可能？我印章拢没有带，教会印仔无查，想讲就是见面啊，共报一个介绍。啊，开到一半的时阵，阮长老讲无错。啊，若人真正要卖偌好，要安怎？我讲你想济啊啦，哪有过去就无法度啊？迄上无嘛爱一两个月较法度确定的代志，爱一来一往安尼，吼，免烦恼啦，吼，我就继续开，我车停好啊。我们长老讲吼，无事，好啊，你莫阁讲，我知你要讲啥，袂啦，你要放心啦，我啥物拢无知，你知影？我长老做有信心的，我毋知影，伊可能嘛有感觉啊，啊，但是伊嘛无真确定。我想讲吼，应该是袂啦，后来阮就去共见面啊，啊见完面，房总吼就甲卖家带去另外一个会议室内底吼，甲因讲介绍安尼，啊我就甲阮同工2、3、4个哦，阮就坐伫遐，�啉咖啡、泡茶、食点心吼，想讲吼任务完成啊，
等下吼，个人压一个唱吼拜拜转去，啊看人会开啥物介绍，也是讲安怎叫阮添偌济。啊来，阮就看到房仲袂歹啊，伊讲吼恭喜哦，我讲恭喜啥物？人要买恁啊啦，我讲安尼要安怎？阮开会吼。你知阮开个共看要共画介绍，啊无讲吼25万要甲伊买安尼。我讲安尼要安怎？我讲你等者啊，阮先敲一个电话咧。我迄工吼2、3个开始敲电话互阮的小组的成员讲，人要买阮安尼25万呢，要安怎？要买无？紧来啊！即摆要签约啊，安尼。啊，敲完的时阵吼，要签约的时阵吼，讲啊恁有早囡仔无？我都无，我都无早。我就讲无吼，迄叫另外一个同工无先。用你的身份证好啊，咱较来换约。啊，迄卖家嘛真好啦，因惊吼阮后辈来安尼，就讲无要紧啊，互阮会当安尼吼，先暂时吼，先盖个章吼，啊，那个押金吼押一下安尼啊，我们只押了5000块，跟人家买5000万的房子安尼，因身躯嘛无钱啊，等下穷你知无？我讲我嘛毋知影，我甲早200块出门尔，想无要去倒啊，安尼逐家当啊倾钱，人嘛做相信阮的，迄工就甲迄抢落来，迄间厝大概是5200外万，佫含3个车位啦，安尼25点几啦，因为伊要5000多，要让那个数字好看这样子而已。迄阵阮买了签完的时阵，我就开车搁载阮的长老要转去啊。我转去我讲吼，咱敢若做梦诶！我头拄仔买一间厝诶，透死人买一间厝买5000外万，但是毋是我诶厝，这是上帝诶厝安尼。我讲哪有人一届都买互阮呢？阮长老讲对啊，我嘛第一届安尼拄着，阮敢若迷茫共款啊。但是后来我嘛是爱真烦恼，咱拢是长老会的兄弟姊妹，伫咱的组织内底，咱拢知影，像即种大的代志，一定爱开啥物会员好会嘛。所以咱伫咱的组织内底，咱知影吼，咱长老会吼较自由，所以你会当有无共款的声音，吼。所以讲我嘛想讲吼，是毋是有人吼投票的过程，有人可能投废票，也是反对票，有人惊讲吼，可能敢无介意啊，等等，咱是做包容无共款的声音，所以讲阮开会我嘛做烦恼的，讲吼是毋是若反对票也是废票伤济，是要安怎安尼？所以讲阮就开会哦，开始分票，来，你一张，开始收票的时阵，我就坐伫边啊，阮教会的同工咧处理算票，算完的时阵，阮的同工就看我就知影我就过去看者看吼，开票多少，我就过去甲伊看，讲吼，即摆我那个。给我那个资料，就讲吼，牧师发票77票了，大概77票，收票77票，77票都同意，然后我就听了，我就安尼，我想讲你搁讲一摆，你有讲毋对无？伊讲吼，伊就讲者发票77票，收票77票，77票都同意。我讲你有做票无？我看者安尼，我伫现场咧看，讲那每真诶。无一张吼，无漏交，拢交同意票。迄同工甲我讲吼，伊咧算票，算到目屎想要落落来。伊讲足感动诶，这是上帝诶带领教会，会当互教会兄弟姊妹拢同心合力，会当来为着主来做代志。但是咱知影吼，当上帝恩典临到咱诶身上诶时阵，有真大诶一项代志，就是安怎要为着主。来做见证，所以吼，圣经第2节安尼讲吼，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了大代志。是圣经安尼记载，伫阮核心的生活，咱嘛会拄会着啦。为虾米我会安尼讲？当我吼，阮买着厝的时阵，因为阮伫迄个区吼，有伫公寓内底，住喺1楼是林长。有一工林长就看到我吼，就讲吼，牧师，你来者咧。我想讲，佫发生啥物代志啊？因为有当时吼，教会若停车停无好势吼，林长拢会甲我讲，我拢会甲伊回信咧，也是等等安尼。伊讲牧师，你来。我讲创啥啦？伊讲吼，听讲你买厝诶。我讲对啊，你也知影？伊讲吼，我消息真灵通安尼。伊就讲安尼，买偌济。
伊就安尼讲，我讲25万啊！伊咯，啊鸟喂，要遐俗，哪会遐俗？迄间厝啊，等等，因为迄间厝足贵的，伊知影。啊，伊讲哦，恁的上帝哪厉害？我讲当然啦，阮的上帝较厉害。啊，你要来教会无？啊，伊就搁讲别项安尼。啊，有一工我毋知影，伊就搁想的，伊讲牧师你来，我讲到要创啥啦？逐工来去，我敢出这个代志。伊讲无啦，伊就讲吼牧师，遐讲阁有安尼介绍。伊想要买啦，我讲吼，安尼你来教会祈祷看卖啊。伊就讲，你大家拢叫我去教会，我讲我都无事啊，无要啊，当然叫你来教会啊。我讲吼，阮若吼状况好啊，你会当吼来甲阮管理一下啊。伊是讲吼，看卖啊，看时间若超会使，伊就会来参加。你知影，当上帝做了大代志，但别人看到嘛安怎？我要甲伊讲啥？伊讲吼，恁的上帝那哈厉害，你们的上帝怎么那么厉害？我拢还未开始讲见证，伊就甲你讲吼，恁上帝足厉害。所以对因来讲吼，因就感觉即个神吼有能力的。你看，这是一个真好的见证。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心上，每一个人，咱拢会领受上帝恩典。这个恩典的记号是要互人看会到的，但是咱知影。这恩典记号内底嘛是一种挑战，所以圣经内底安尼讲吼，流目屎也精子的要出欢喜的声伤歌，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所以当上帝为着以色列人开一扇门的时阵，转去到因的故乡，咱若想一项代志，迄是趴风的所在，无正做的所在，因转去是无 7-11，嘛无全联。嘛无家乐福、好事多，因要食啥物？因爱对因所狩猎的所在，甲因身躯有的物件带转来伫耶路撒冷。迄阵主要的食物大概是麦仔，所以因大的麦仔安怎是要互因会当食饱的、有限的。但是因转来伫故乡迄个所在，因若要长期伫遐生活的时阵，因就需要安怎？种作会当，互因会当食饱，会当长期来生活。所以对因来讲吼，要种作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因为手吼会当大的物件有限啦，所以因爱甲因食面一部分麦仔安怎压落去。当因要种作压落去的时阵，就亲像经文共款流目屎也精子啊，因为毋知压落去未来会发生啥物代志。甚是迄年无落雨，拢所种的拢死去，也是水伤济，等等的，毋知影。所以种田人吼，拢是看天安怎食饭啊。所以因压落去的时阵，因爱相信上帝会带领，相信上帝完全交托伫上帝的手中。所以，上帝虽然开一扇门，但是以色列人爱勇敢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来向前行，一直到尾仔发个结束迄天，因看会到上帝的恩典。所以第60就安尼讲安怎？迄个流目屎也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对咱来讲，我敢若毋是要买出，敢若毋是5000外万尔，搁爱有装潢。我嘛毋知影即摆吼物价上涨吼真悬啊！阮讲抬客抬一个月，抬甲建筑师讲吼，伊就甲阮讲吼，设计较济吼，因为阮要甲迄介绍较低。伊讲吼，这嘛摕，安尼这有设计甲无设计已经差不多啊，就甲物件围起来尔，就没有那个设计的价值啊。伊讲吼，伊嘛尽量，教会嘛爱想看卖啊。阮就安尼讲抬价抬一个月，迄甲建筑师尔。后来阮即摆就甲阮的设备抬价。因为最近已经完成啊一寡签约，但是吼安尼签落来。阮开始咧算的时阵，我感觉哦，嘛是较贵。安尼，我装潢，我设备嘛爱开1000外万，安尼计起来，阮大概是6000外万，要7000万左右。
当阮看到遮个时阵，我心内就想讲吼，讲阮敢有法度，特别伫疫情的即段时间，对于阮来讲是搁较大的挑战。我咧会记咧，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阵来伫干那教会实习过，迄阵是学务处的学务处伫个所在。我阁会记咧以前伊伫讲道有讲过讲吼，因为迄阵干那教会成立无偌久嘛，迄阵阁会落贷款。牧师讲吼，有当时迄年底会计拢会找伊讲，牧师，迄铺仔撸落去拢无钱的，免来行。迄牧师讲爱相信上帝，咱建立伫遮，上帝一定有伊的带领，因为有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教会会甲咱来斗相共。当伊安尼讲的时阵，当我家己咧经历遮的时阵，我嘛看到上帝借着无共款的教会，甲无同款的人来帮助。教会的即个建堂、即个事工，但是咱知影，当要买落的时阵，就爱有勇气。你要买的时，你爱相信上帝。当咱有领受上帝恩典的时阵，嘛是爱向前来行。我相信上帝拢嘛为着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开一扇门。我毋知影上帝为着你开啥物门，但是总是你爱勇敢来向前行。特别伫即个疫情的即个时代，搁较侪、搁较大的挑战会挺互咱。但是伫即个时代，嘛是搁较好传福音的一个时代。伫上帝伫咱生命中有无共款恩典的记号，嘛伫无共款的教会内底有无共款的教会记号。透过遮个分享，咱会当来互相激励，嘛鼓励着民主教会来向前行。我嘛相信，当咱若愿意面对挑战的时阵，来向前行的时阵，就会看会到上帝的恩典的带领。特别是今年台湾的教会，大概有将近3个月，可能大家可能较无啥物真大的感觉。对牧师来讲，我有真大的感觉，因为迄3个月教会拢无人，就表示无安怎，无收入。阮即马是爱纳贷款的，互关1个月就还好，关2个月的时阵，我就想讲这要安怎？我就敲电话互迄阮的会计讲吼，迄政府即马吼有纾困专案，咱要去甲伊纾困一下无？伊就讲吼，牧师你免烦恼，上帝会带领。我就感觉阮教会的同工吼，长老因拢比我较有信心安尼。伫阮恢复来实体礼拜的时阵，就真侪人兄弟姊妹愿意将即几个月的奉献，拢互一届来奉献，所以来互阮伫迄3个月买行的钱，会当来补足安尼。所以，当这过程中，我看到上帝的带领，但是咱嘛爱有勇气来向前行。我嘛相信兄弟姊妹伫你生命中，现在有可能拄着真侪的挑战，但是你爱相信上帝会带领你。当你行过去的时阵，你看会到的是上帝的恩典啊，就像即段的经文共款，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呼的带禾捆回来。我望各位兄弟姊妹，你会当真做民主教会的帮站甲其代祷者，特别是为着阮来代祷，因为阮吼即马上大的问题，毋是开钱啊，开钱敢若阁还好，上大的问题是建筑的执照爱落来。阮伫7月份的时阵送阮的迄装潢的执照去新北市政府内底，即马已经10月份啊，还未落来。我嘛毋知影因要升偌久，安尼已经7月差不多3个月啊，应该正常应该差不多爱落来，但是到现在无法度落来。伊若无法度落来，阮就无法度装潢，就一直等，一直等。我嘛毋知影会当等哪时阵。我望兄弟姊妹，你会当为着民主教会来代祷，互民主教会来面对建堂的挑战，会当一关过了搁一关。嘛，望咱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共款有挑战，但是咱拢爱相信上帝的帮助，求信心甲咱同在，互咱有勇气来向前行，为主来做见证。咱做伙来祈祷。听人阮的天父，求你帮助阮，借着即段的经文，将做阮的帮助，互阮知影，当阮生命现在所拄着困难甲难关的时阵，是要来呈现上帝你恩典的事。求你的信心甲伫地，使阮有勇气甲智慧来面对阮所面对的挑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即时请咱大家来吟诗，我罗上帝。信诗第618首，咱着信靠上帝。信诗第618首，咱着信靠上帝，咱着信靠上帝，尽职向前无退，深信毋望靠主来行，一切工作会成，惊遐咱着拄去，毋望无得落志。上帝知咱一切苦难，怜悯体贴帮助，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时要来应答上帝话奉献，请玉芬指示个秀珠指示来出来。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向献诗。请坐。现在来报告，请要报告进前，请咱先来读即个周报第2面下骹的金句吼。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来，流目屎也真姊的，要出欢喜的写收歌。迄个流目屎带真姊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倒来。
诗篇126篇5至6节。哇塞也真姊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迄个流目屎带真姊出去的，即刻要带伊的头别，欢欢喜喜倒来。诗篇126篇5至6节，来华语。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篇126篇5至6节。好，关注家训的部分大家请现到第3面，请听我来报告。第2点，感谢郭明芳牧师。今仔打主你用上主的话语来维持咱的灵命，请兄弟继续来关心面对教会建堂的事工。第3，台湾新学院道硕2杨伟成新学生对10月起到本会来实习。第4，10月甲12月的事工甲事项计划表已经铺伫咱内的群组甲即个搭伫即个后壁即个教会公布栏请中职甲参与服侍的兄弟家己来看第5，10月至12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放伫后壁的招待桌，请咱兄弟家己来摕，建立每日灵修的生活。第6，即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查经是由郭牧师来主理。祈祷会是美芳长老来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来参加，互咱做伙用祈祷来建造合一的教会。当时阵本会嘛有即个线上的直播的方式我都来参加的，请兄弟伫厝的就直接来加入即个线上祈祷会的即个活动。第7，咱10月24本来要去三民教会来即个参加即个亚华礼拜但由于即个疫情的关系即马因为即个三民教会无法大因为咱甲三民教会隔阂超过80个过咱会遵守即个防疫中心的即个规定1.5公尺的社交距离所以基本上是无可能啦所以阮咱中执会就决定讲甲即个亚华礼拜的做延期等即个疫情呢较控制的时阵即个有降级的时阵，咱再过来看。第8点，本会顶半年度的即个牧师馆贷款的献小组记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顶半年又暂停来举办所以咱即马中执会决定讲，你今年的感恩节顶半年甲下半年做伙来办请兄弟呢备办心来为即个事工来奉献。第9，请兄弟呢继续来关心本会所举办的福德里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的供餐的事工，请咱大家来台岛甲奉献。那刷接即个教界消息甲台岛的生活，请咱大家来看。后礼拜是共款是郭牧师来主理那伊的题目是耶稣的比喻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经文是路加福音10章25至37节，请咱大家先来看后壁即个奉献报告咱甲事奉报告奉献报告请咱大家看到小订单请大家甲会计来跟进事奉报告的部分，请大家参与的时间，大家同工可以来看煞接即个牧师有一寡代志要甲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平安是我补充是因为阮有建堂，我嘛有建堂的义卖就是伫后壁迄个所在阮因为拄仔好，因为阮教会有甲路易莎，大家应该拢知影，伊现在要上市了阮有甲伊签约就是阮会当卖伊的咖啡安尼伊迄是绿挂式的咖啡伊是庄园等级就是比较好的单品再下来一点但是又比一般的咖啡又再好一点点，就是不是第1名，也不是第3名，是第2名的咖啡啦因为第1名较贵我嘛啉甲会惊咧
所以伊是算袂歹的咖啡。伫网络面顶吼，伊的路易莎咖啡店里面是看得到相同的产品啊。伊伫外口卖嘛是一包安尼一盒，你等下去看一盒是300块啦。所以吼，但是阮有甲因签约，所以有经过因的同意。你莫问讲吼，一包的成本多少，迄就是袂当讲啊，安尼。恁甲阮斗3工安尼，迄一盒安尼吼是应该是10包，是300块。你若买2盒，就是应该是20啦，2盒是400块，安尼听有无？所以恁爱买几盒？2盒吼。你若要买一盒，牧师会伤心，我会讲吼，我搁贴100块互你啦，你另外一盒嘛，甲买去。所以你爱买几盒？2盒吼，请你毋通莫买1盒啊，好无？吼，你要食我会感觉咧，你袂划不来啦。这个价钱吼是路易莎公司同意我们可以这样子卖的价钱所以你去外面可能买不到这嘛是真特别，这是一个故事。路易莎吼的公司原本不让任何的单位可以义卖但是阮就讲吼，你去阮甲阮的同工，你甲恁头家讲者啦。你去讲阮后壁甲你祈祷看卖过了2礼拜，伊讲会使，我讲安尼感谢上帝但是伊讲吼。会使卖，但是恁爱签约，爱保密条款等等的，我违约，阮拢爱赔钱安尼。所以嘛是感谢上帝，所以全台湾去募款的教会，大概是阮有法度卖这个产品所以基本上，这是我感觉上帝一直带领教会建堂的这个过程，互阮看到上帝一直会开路所以会记你等下你毋通买1盒，你爱买2盒安尼。阮带来无讲真济为什么？因为你知影咖啡它有一个赏味期，阮希望恁摕到的是赏味期内底较头前的你若摕到后壁迄，我感觉嘛袂得有人讲我都无啉咖啡我就讲伊迄袋子有2盒是装袋子，那个袋子也是路易莎的袋子，也是老板送给我们的安尼。伊讲安尼要送礼嘛较好看所以你会当买来摕去送你厝边隔壁，甲伊分享你就甲迄袋子内底放一个更新互伊安尼。伊讲送你咖啡，先煞看上帝为意身心灵都怎样满足安尼。嘿这是真简单的传福音的方法啦互大家会当介绍大家你嘛无啉袂要紧，你会当借着这个机会将做一个传福音的好的代志。因为阮厝边隔壁，我嘛即摆拢甲伊安尼送我买搬厝你爱甲阮恭喜的，我就借着安尼嘛是安尼继续来传福音，互因知影上帝的上帝国内底的故事甲见证以上补充报告。那现在水神长就甲咱补充报告。真感谢基牧师来到咱中间来分享信息那么伊嘛有带2位姊妹啦所以咱是毋是伫遮用普个声来甲因欢迎？谢谢基牧师相信咱几位兄弟拢应该有捌伫咧16、17年前咱吴牧师咧牧会时阵伊是神学生迄个时阵伊是大神音乐系伫遮原来甲咱带咱的圣歌队所以拄只圣歌队看到伊足欢喜特别是迄阵个真细汉的时阵较即摆已经有较大汉啦那么我会记得迄时阵咱吴牧师常常拢叫伊 Square G伊叫做 G 平方嘛Square G 因为迄阵伊还阁毋是读迄个要做牧师，毋是迄个教授的是音乐系伊迄阵有讲伊有因阿嬷对有一个愿望，希望伊未来做牧师果然伊今日来到咱中间已经诚济咱明志教会即个牧者而且伫遐做真水的工所以特别
今日来到咱遮吼，咱来转来咱教会哦，相信咱特别有感觉真亲的感觉所以当明志教会咧建堂的时阵希望咱兄姐，原来会当参与，除了为因教会祈祷以外，咱嘛会当尽咱担保的心力心力除了咱会当奉献，若无拄则以后有讲因有带即个咖啡伫遮义卖所以咱兄姐会当为即个代志来关心啦佫煞接咱也真欢迎因为即摆疫情已经有较即个缓和所以咱有参像讲咱伫个义大的义恩佫顺利兄春玲、约翰顶礼拜咱无介绍简琴拢已经陆续转来咱教会聚会所以咱是不是原来用普话声来甲因欢迎？咱佫祈祷中佫纪念佫有几位啦几位咱佫即个还未转来即个兄姐咱求上帝感动因，互因因为即个咱的台湾的即个疫情已经控制到真好势希望因会当早一日转来咱的中间甲咱同心来学习咱的天父煞接特别要报告，因为这周报今日无刊载咱下礼拜要举行圣礼典。下礼拜举行圣礼典所以请咱兄姐备万心来参加这个圣礼典甲主咱的主耶稣来同祭祷以上报告。我无需要请教，这桌顶还佫有一个糖迄啥？那个是还有糖果对，我不知道那个名称那个是很好吃的东西，牛轧糖，最好吃。那是阮会友手工做的，一包是300，因为成本足悬的所以那个也不多那个真的剩一点点，卖完就没有了因为黑嘛是有效期限的，我都是卖新鲜的啦，不新鲜不敢拿来给大家呢所以如果你愿意，那个剩6、7包而已。剩6包而已所以如果你愿意你买到尽快把它吃完再去运动，这样就可以了就不用担心太多好，今摆要来吟祝福的诗，信诗第396首，当要煞会求主祝福，因煞请牧师来教导，请咱大家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兄弟姊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袂倒闭会。